做田野，唱花青后啊，我觉得他唱得很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来自屏东，喝屏东大武山的山水，可能呢屏东饮冲国会嗓就看比较温暖。哦，我们北部人是怎么样？他苗栗人是怎样？他苗栗人很粗糙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抽烟瘾啊，心不瘾，吃海风的。所以人上唐语的 T P 好。人上看凉啊，他太拱了。嘿呀，你是拐弯骂我胖是不是？硬要曲解。你看麦克风摆的呀，你会见老夫的，双口见啊你，来到都下波要跌下来，你摆太丑太狗。老热到你腿，老热冲下來。各位朋友啊，我係羅時豐啊。我係大家好。啊，今日行啲中央，暖身衰啊。暖身衰嘛？你有見暖？超難暖啊！暖身衰有暖身衰。暖吧，小暖嘛，係嘛？溫暖。係啊，小暖 ，OK。跟暖咧就係暖咧詞把。係喺暖身。跟硬夾，硬夾嚇，啊。对，今天空港喊那个暖身赛，本台这个够转了，再暖身一个礼拜，再认识一下人家的参赛朋友。冇错。有的人说，哎，俺叫我来，唔定记得冇。你乡亲朋友咩，我嚟个熟悉一下，熟悉认识一下。好，你介绍一下你目前那个 V 棉罩。，V 棉罩5管，欢迎。哎呦，对，然后有人想说，为什么还要这个暖身赛？到底要暖多久？对，2个礼拜，我搞不好就变7级了。对啊，就变7关啊，对啊，也有可能从头来过。冇啦，乌鸦嘴。呸。好了，这个卫冕者，来介绍一下。我有其他参赛朋友。CV 参赛朋友。还有谁呢？袁总，很优秀，一个年轻人，看到他就看到年轻的我一样啊。有吗？你不是一出道就红了吗？他感觉还要很努力。哦，这个时代环境不一样。黑嘛，时势造英雄。对，那时候才3台而已。对啊，如果你到现在，这个时间才出道的话。哦，那很难，我又长这样，唱的又不是很好，对嘛？没有特色。来，虽然暖身衰，暖身衰，唔係算真實比賽，但是有這樣辛苦的評審。專業的欣賞來。好來 TV，葉大少先生，總飛先生，袁小琪先生。這個一開始啊，你剛剛有唱一個你腦嘢出來嘅優秀的歌手，你還沒專業的欣賞了。做一下示範。係啊，做一下示範，誰做得嘛？做得哈。他從我們這個鬧熱出去以後，他現在也當老師了。對啊，歌唱老師。也是桃李滿天下，厲害啊，厲害哦。好，來，有唱也比人都滿意哈。彭思權。對，你冠軍歌手帶來後堂的歌曲來。睇看啦。几多风雨雾，假使缘无缘分，让我相知相爱相守。给爱就像风中的花蕊，暗藏又迷离，掉落随风雨。
切，注定难相守一生。当年落吞了血，年都情人空一黑。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朦胧的回忆，来你千多年，让爱残余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落地，不经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袂牵到你。望在你手中变异，让爱残来生。相依。行一铺路，行过几多风雨。是无缘分，让我相知相爱相守。恋爱就像风中的花蕊，短暂又美丽，飘落随风去。恋的缘分切。注定难相守一生，等黑年落吞了血，年都情人空一黑。假使有来生，不经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朦胧的回忆，来你千多年，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落地，不经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袂牵到你。望在你手中变异，让爱在来生相依。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的回忆，来你千多年，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落地，不经你变心，千山万水也袂牵到你。握在你手中的意，让爱在来生。哎呦，哎呀，彭思君，哎呦，冠军歌手，贵变歌哎哈，贵变歌，把它节奏都改成那种 slow rock，slow rock， 有点那种8/6， 86拍嘛，86拍，哦，真的嘞，不好唱哎，那个节奏很难下哎，比华尔兹不好，不好掌控，对呀，干嘛要这样这么累？干嘛要这样累乐队老师？这么现在，对啊，你干嘛抖掐挑战自己的嘛？没有，因为之前也版本有同小琪老師前場合唱過安尼合唱，係啊，見邊一兩年來就冇拖油瓶嚟，看我唱。沒有啦，沒有人拖累你了，你可以自己唱，自己唱得更好。講得咩啦？冇，把心里話都抽給順風嘞。冇啦，冇講話。心肚話都講出來，你以後不要去龍潭太筆筒了。是啊，是冇啦。那你講一下好不好？今天。对学员对吗？同学，对呀，同学哈，对呀，你用这个蛤蟆老师的方式，你要怎么样
建议为什么要用蛤蟆老师的方式？他本人就在这，怎么样？就是你们上台冲国语嘛，然后他注意个内收音同外放音嘛。还有个咕噜饼走出来，那吸烟孔尤其是先唱一个卡到中音往下有冇？给冲到哦，都有听进去嘞。到位哦，歌曲哆咪先咪又哆 V 好 V 给位置的位唱歌，冲国语迪莫再加油！他们是跟他时代阿公不一建议啦，就是去搞个方式啊，就我自己的方式哦，就比赛啊，就是说紧张是唔会紧张偏赢的啦，然后我这个方式就会紧张。然后你就吃盐不会紧张，就是有点像你要哭，你就是宣泄，就是你就是发泄出来，你就是让它产生这件事，不会产生来看事情，就也不要抗拒它啦，就是毕竟要还比赛啦。对，他们讲其实我去讲公也是觉得个恭喜人来参加的农业大旅的，因为这个参加个都。就是有些比赛，尤其是电视台的选秀节目，我觉得他搞电视台农业大旅台节目，就是真的很真诚，就是老师们的讲评之内，就是非常真心，拿出诚意，对，就是题目你得喊他好，还要更好这样子。对，老师讲的都是真心话啦，只是老师他们要求真的比较严格，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跟不上，那没关系，那今天就麻烦你当你今天也要当评审，那你就要求严格一点。对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周后影的？你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那个傻妹反应。傻妹反应，那周后影啊。对。好了，看你用的周后影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麻烦你坐上客座老师的宝座了。谢谢，多谢。谢谢安子姐。麻烦思群喽。好了，马上暖身赛开始。暖身赛开始，暖身赛嘿。来 ，TV 来。TV 嘿，来自苗栗市郑后面带来情歌传心上。哎，好糖来。
阿明太哥好，哎呦，白闪闪，好帅。对的哈，嘿啊，白马王子。白马王子嘞，有枪有枪，对，在白马王子啊，哎，莫那，我爸爸了，我爸爸。他是白马风流王子。啊，那之前呢有参加咁嘛个有冇比赛吼？听讲哎呀献技啊嘛个哈。有冲献技哦。就一样候选人啊，你期盼那个样选举嘅晚会啦，就一参加晚会，他讲，定种晚会，就有一摆啊吼。今样安尼创办的，给囡仔就会分一点的小礼物。贿选，唔係贿選啊，唔係贿選，贿選，還有口語化。就是有送一包款樣嘅樣嘅粉圓嘅嗰種禮物啊。送一包粉圓？唔係搶一種嘅樣。可以了，搶粉圓嘅一包東西。啊，給我隔壁同嘅樣朋友啊講，張阿明啊，係嘅。送來好嘅啦，有冇用到咩？喺我都按不定啊，專業都煮嘅樣湯圓啊，嘅樣吼，佢就樣拿專業做，好啊，有冇用到咩？就啊，結果都按不定佢煮嘅時候看到啊，哎呦張阿明，人家嘅包很麻嘅啊，講下呢啲咯，我媽拿到咗半大嘢，結果奇怪啊，越煮就越細粒啊，嘅樣一粒，不過越煮越嘅樣啊。果體嚟，一個嘅我唔知咧，我夾夾問嘅樣朋友講嘅，竟然係肥料啊，嘅樣皮料啊，皮料啊，吼，呢個嘅拿到邊啊，又唔知啊，嚇，你拿到係中華嘅皮料啊，哎呦，開心啊，講下呢啲咯，佢拿到食咧吧，佢自己咩搞唔清楚就拿走了。對，佢看有細粒嘅啊，有嘛？跟住看越煮就越有，像個中華嘅那種肥料有些窮。對啊，像食到全家整家，好彩阿彌陀佛，全家變成花。幾好得咯。東西冇亂自己給他問清楚了，張老師。好啦，衝突嚟，張先生嚟講。好，請嘉秀老師。後面啊，你今就緊張，冇緊張啦。冇緊張。有啊，就表現出來，像那個像佢啊，思權講嘅呀，思權冇緊張，今日撞到挺緊張嘿。你看講吼，你唱國家實在講也上千吼，我比跟羅哥差不多厲害哦。真的。跟我當初穿這件衣服看見他的時候差不多。實在講上真緊清楚。唔過吼，你阿叔哥唱到就得皮料加鐵刀嚟啦。皮料加鐵刀嚟。唔係特雜撕出那個唱到黏。唱歌愛唱廣花咯，愛廣東，比如唱首情歌，按熱切有表情，還有張周的，你知道給拖到黏，然後拖到最後快要抹黑的，然後再接下一句哦，開始噶就留得慢的，特雜撕就慢點，慢，到尾慢慢的習慣噶，然後聽大聲就磨了。幾首歌，你嘅表情唱出來，你那真緊就講法就嘅心情啊，唱詩權啊，詩權全部表現佢嘅感情，大家給每示範你還做得回去再回放看一下，佢唱歌是輕曉得種感情，你那就佢嘅感情來吼。你就把他打倒了，下次就變成你當老師了。哎呦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按好上，請大聲哦，加油！啱長，較有感情的，較投入的。可能還有一些緊張啦，慢慢的關係了就不會，係嘛？係啊。下禮拜會閉水。下禮拜真的要閉水咯，好不好？放鬆一點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好，謝謝。我冇介意包皮料，好嘛？我拿咗。人家朋友誒，中華皮料。哦，真的哦。好嚟沙律來吃屏東竹東，李彥峰帶來南下列茶。屏東竹東嗎？屏東有竹東。竹條。哦，屏東竹條。係啦。新竹
足甜。哦，足甜。係啦，甜啊甜。甜哈。嚇，嚟咧，李嫣鳳。嫣鳳係南下啲茶。哦，嚟荷塘嘅歌曲。荷塘嘅歌曲。就看披上千年能讲不出嘅心情。唱花清后啊，我觉得他唱得很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来自屏东，喝屏东大武山的山水，可能呢屏东人冲过的嗓就比较温暖。哦，我们北部人是怎么样？他苗栗人是怎样？他苗栗人很粗糙，是不是？怎样？头眼影啊，心不眼，吃海风的。唐语的 T P 好。你嗓看亮啊，太拱了。哎呀，你是拐弯骂我胖是不是？荷塘誒，一條有團嘢鋪粉啊，荷蘿蔔嘅鋪粉。我發現荷蘿蔔葱都比客家話好。蒜香啊，蒜香。葱香呢？好啦，都荷塘啦，都荷塘。好啦，多謝。有條歌要難唱啦，而且羅文義老師的歌本來就不好。唔講藝歌考有條歌曲啦，因為藝出喺屏東上來嘛，對屏東來，嗰時候藝咩時常喺坐緊南下呢一茶歸去屏東，嗰時候有條歌嘅咩談起來咩歌謠嘅感情，對我嚟講，係啊，異鄉遊子嘅心情。錯，因為文藝先生咩係閩南人，閩南嘅語，嗰時候向喺南部嘅
欣赏，插架子啲，佮想講嚟先一條歌曲嚟唱，嚟練習下睇舞台上唱片嘅歌，唱。跟人家按你上嚟讀書誒，對嘛？係你書安尼學校有認識人嘢嗎？有啊，有一個係鬧熱的學長，小樹偉倫。客家陳雷啊，佢喺中央大學，佢哋底部喺做行政吧，係嘛？行政人員。喺那個通識中心，從裡面我哋正學過來中央嘛，嗰時候有很多學分，大一的學分可以抵，我就過去請，因為我哋有個農業，唔係農業啦，還有上台上講嘅時間碩士儀，你其實從來搞別人，他就跟我說他是做行政的，他可以幫我抵學分，我說後來過去請，後來填數，錯啊，這個是作弊就對了，沒，本來就可以抵，只是他幫我找到一個可能有多一些課可以抵這樣，因為我哋推動太後面有修通識課嘛，尤其通識課可能。中央大學也有，就可以抵掉。學分可以抵掉，超，就少修幾學分呢，少花一點錢。真的，少修幾分就少花錢。懂演啊，係啊，你的。我不知道，因為我沒有修學分，但是我也一樣啊。好像是可以，就是早一點畢業了。要修滿多少學分去做的兵呀？係啊，你們今後咧有讀懂英史咧？係啊，青港下也有。對，你很好啊，很好，還好你有轉到這個學校。係啊，還比較近。那唱的唱那邊，唱費欣賞。好的。是啊，彥峰的聲音是真的很溫暖，我覺得你的音色非常的好，然後天生聲音裡面帶着這個氣聲沙沙的感覺，我覺得這個聲音是非常讓人聽了就是很自然、很溫暖的感覺。那我覺得你已經唱得很好，所以我想說更細的部分給你。我建議在前面的2句，好，應該算是4句吧。我覺得你可以帶一點微笑唱。你這個你天生很自然，但是你帶着微笑，會讓我們更能夠感受到這個歌詞裡面那個窮皮聞到的故鄉的味道。那是一個錯，就是這樣。你一直到那個一杯茶，那個在有心暖那個地方，我們才感受到你的微笑。如果你可以一開始就這樣，我覺得會更好。然後我覺得。你這一次唱的，我記得你上一次唱的時候，你的真實的聲音比較少，你這邊比較多，我覺得是好的，我們可以更容易聽到你的聲線。但是在副歌的地方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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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往上，對不對？然後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，寬心愛給你，有沒有？寬心愛給你，那個共鳴都在上面。結果你在一直往上爬的時候，你的聲音也一直往上爬，音準也一直往上爬。就越來越高，越來越高。你音程往上漲，但是你的 pitch 也越來越高，越來越高。所以，如果是比賽，就會很可惜被我扣到分。但是當變台語的時候，唱幾粒六七，你看唱幾粒，講話的時候就一直往下，唱幾粒，所以你在唱的時候一直往上爬，一直往上爬。但是因為它的音都是往下，所以你的音是準的。這出現一個問題，為什麼你咬字就是語言不一樣，音準會發生不一樣的問題？因為它在往下，所以你的音準的。當它的共鳴都在心愛給你都在上面的時候，你就往上飛，表示你的根不好。所以你肚子一定要拉穩來。雖然你的音程在往上，但你肚子要把音拉穩，才不會跟着一直往上跑。將來能夠做到，就算這幾個字是往上的，你的根拉住，它的音準就還在。不要說字往下發的音，你的音才是準的，往上發的音就飛到天上，這個比較可惜，回去再試一次。還有共鳴點。司儀非常好。屏東做天音，唱啊清好啊，我覺得他唱得很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都來自屏東，喝屏東大武山的山水，反正呢屏東人唱歌的嗓音就比較溫暖。然後就會帶一點稍微的音色。其實我蠻喜歡李彥峰唱歌的音色，對。然後因為我覺得他進步很多，是因為之前有看過一台比賽，他一唱也唱走，那時候我覺得音準會飄，就是會還是比較不穩定。可是我今天聽，我覺得他進步很多，就是我覺得他有比較成熟。然後我覺得你可以再多開發一些共鳴
共鸣腔。你从国外，尤其对抒情歌部分 A 段来讲，你的嗓音都提鼻咽腔、喉腔，很适合，就会像共发用。他们都副歌而从一走层次的时间，你会发现，就像老师讲，你音程越往上走，你的气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你有点会 hold 不住要往上爬的音程，尤其是中高音域的部分。对，好，再去玩自己的这个乐器，去试试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发声共鸣位置。好，要不来给你，谢谢。什么世军先生？哎呦，请问讲嘞？对啊，世军哦。对啊，但是他有讲一段，我觉得不一定能认同。他说，因为南部人都喝大武山的水，所以唱歌比较温暖。我们北部人是怎么样？他苗栗人是怎样？他苗栗人很粗糙，是不是？怎样？抽烟瘾啊，心不瘾，吃海风的，所以那上唐语特别好。那上较亮啊，太拱啊，嘿呀，你是拐弯骂我胖是不是？硬要曲解。好啦，加油啦哈！欣赏同工那俩条共鸣点给铺分的注意啦。跳摆都冇彈過誒，跳擺過嚟喺參加表演賽嘛，從來起價嘅歌就冇法度得到這些。當然啦，大家都對你客客氣氣的，現在沒有這種事了。我按用歸後啦，抽卡，加油！多謝。好，謝謝。下禮拜加油咯！好，正式比賽了，好不好？什麼巔峰？回走休息，安息。好嘞，沙來嘿，Andy 嘅2位年長，關嘅來自桃園中啦，羅浩然帶來啞巴講會了亞美講實驗。來，聽我啦。是寶嗎？是寶嗎？什麼你？心夢你太假好，太假好，髒來了，走馬街，去買菜，去洗身，去洗心，水無淚，愛去客家面，想愛去客家。愛把公會了，愛沒公實驗，是寶嗎？是寶嗎？愛用伴記得，愛把公會了，愛沒公實驗，太假好，愛用伴記得，愛認真，好客家，希望做得。走馬街，去買菜，去洗身，去洗心，水無淚，愛去客家人，想愛好客家，愛把公會了，愛沒公實驗，是寶嗎？是寶嗎？愛用伴記得，愛把公會了，愛沒公實驗，太假好，愛用伴記得，愛認真，好客家，希望做得，到愛每人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愛沒公實驗，愛沒公實驗，愛把公會了，愛把公會了，愛沒公實驗，愛去客家人，想愛好客家，愛把公會了，愛沒公實驗，是寶嗎？是寶嗎？愛用伴記得。愛把公會了，愛沒公實驗，太
加好，太加好，爱永远记得。爱认真，好下班，与梦做地。到太加讲，哒啦哒啦哒啦啦唐，你冲得很凶。真的，你演唱会的 feel 哈。对啊，个人演唱会的。来福贝的感觉，陈伟如上身这样。对对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他去年有拍了一个小电影。小电影哦，啊，就有看到嘞。哦，武打的电影。他有穿衣服。武打片。武打的电影，对。你演什么？我演师傅。小电影又武打片，哎呦，我演罗师傅。对，现在台湾很流行哦，对。我演一个反派角色。哎呦，真的哦。对，因为长得比较狰狞哎，但是演坏人就比较那种反差感比较大。哦，你这种长相演坏人干嘛？很适合啊。哎，看起来就人面兽心，没有啦。不会啊。可以了，稍稍唔低哦，内心奸诈，狡猾，很难讲。比较有趣是里面有一个日本的演员，日本跟演员，然后他的粉丝呢就很支持他，所以就包场，这个就蛮感动的。真的哦，票房好吗？整个票房就这样，差不多，就是院线啦。国片不能就新型库啊，小成本，规模不大。哦，但是最近有一部鬼片，那个什么，我们的邻居的什么鬼那个，那个已经破亿了，片名太丑了，对啊，片名那么长，但是就记得我，然后有鬼家人们，矮低，很低哈，很低哈，那破亿了哈，破亿了。你看亲弟会好像是许光汉，还有林柏宏演呢，嘿，好可惜，本来里面有一个角色是我鬼哦，不是爸爸吗？另外一个老警察。对哦，啊，你有没去啊？你有没去演？拍戏很累。蛮可惜，老警官。以后要找你拍戏，就要那种躺着的，是不是？刚好很忙。我觉得我蛮可惜的，因为这一部戏你看，对啊，就是暗讽，然后票房过亿，对，然后还有机会，搞不好那时候导演就说，哦，我也希望把你打造，让你再得一个金马奖啊，黑毛，可惜了，真给呢，没关系，如果看到了导演哈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角色不错的，可以让他躺着不用讲话的那种，就给他哦，嘿没，那个好，好了，黑啦，冲水，希望反正希望就是你在这个圈子，不管你是做什么，多角化触角，对斜杠，现在。很难就说哦，你歌唱就歌唱，嘿，轻难。这现在可以多元一点。对呀，对呀。要18般武艺这样。对对，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比较就是专注单一，就是哈，你歌唱的就歌唱，演员就演员，对啊，比较的。啊，现在不一样。现在如果你真的不是长得跟明星一样，你就自己努力一点，多学点东西。就是也多斜杠一点了，哎，多元发展一点。来，冲来唐新郎。什么结论？哦，像蛤蟆老师。好，那个。你是不是在等我？那个上个礼拜他冲的时间哈，个频率较高，给米冲的频率有压下来，所以丹田气有比较强，觉得方向是对的。但是那两位的室内国术哈，其实你们唱歌实力都很好，但是有一点误会的地方，可能因为还了解。我们在下一期开始来比赛的时间哈，这我们擂台赛很可能随时被打下来。因为竞争人家也多嘛哈，但问题会出在哪里哈？台湾给我们前面一位是客家话加这个闽南语嘛，呼罗发，好呼罗发，客家话加呼罗发，然后这客家话加我们的汇丰哎，其实道理是一样，我们没有去分辨，客家吸烟全部向下，对不对？汇丰哎全部向上，呼罗的尾音全部向上，所以为什么刚刚老师这个慧茹老师讲哎，他为什么唱闽南语咬字比较准？所以按容易，因为给他嗓音谱起来，就像俩哈共用的问题，你一支吸烟，一支汇丰，一支吸烟，一支汇丰，有一般呢个汇丰的嗓音有嘛哈？这几句是对的，然后几句事实上是不对的。那你这个还有好几句会变成什么汇丰汇入强啊，西海强，你会变西海强。那所以
参赛者要特别注意哈，就讲你如果你要用在，比如吸烟改的海风哎，你真的可以唱得很准啊，分数一定很高啊。因为给他律动性某空腰嘛，它两个会一个往下一个往上嘛，好，所以你要唱好国这个客家加这个闽南语的两个要把它分开来，因为它的咬字要声部某空腰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你们分数会比一般的我们唱单音的客家国语喊那高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这个声线会拉得比较大嘛。但是这种夹空哈的时间哈，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就是有一半都唱得不好，所以在参赛者看呢，你在选国曲的时间，你要特别注意这样问题。不管在任何比赛都是，你没有完全把握一句上去一句下来的音域那部分哈，那会对你多很大的伤害。然后还有最后一点会体现，就讲还在讲前声部那部分哦，你的声音在高频真的唱得很好，但是你看今天压喉音 hard sell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你要回去练，就你下胸那部分哦，才有办法把你的单连器给唱出来。因为那前声部已经脚有的时候，你到头腔共鸣的时候才有穿透力，不会全部用内收音压喉音。你看像我们刚刚前面那位同学，这个燕峰也嘛，今天声音的频率有往下咯，单连器又比较重哦，所以松拜改编那部分方向是对的，但是跟国曲哈，你的掌握度没有办法很好，那就告诉你还 hold 不住。那个浩源，你这首歌也是 hold 不住。你不要想那个主唱伟如他风格他的特色啊，他怎么转，他个人风格之类的，你们两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在选歌。你可能要找比较适合你声线的方向，分数才会一下就很高。给你一个建议，是吧？好，先生，选国可以再唱歌。对，还有五关哦，还有五关呢，好吧，好，加油，希望你可以通过哦。对啊，好吗？好，什么？好，安子姐，好嘞，下礼拜加油，好，沙来，迄轮次特别是强威总带来，哎哟，客家的经典歌曲，什么的安江，来，什么的安江，慢慢推进。今天张本家没不高兴。妈怎么了？没有去韩国玩。你解封的时间就吹了啊！吹了。哦，韩国玩为什么妈妈要？让妈妈讲。莫得讲啊！莫得讲就吹到了。罗妈妈，罗勇啊！我以为你叫你。他不是姓罗吗？对啊。什么安江，什么安江，秋秋的一地方，他嘅牙齿红红的嘴唇，木头无去讲法。什么安江，什么安江，生活间没有办法。标准的身材，甜美的笑容，色彩的意象。风花又给入来砸，什么安江爱马上，爱上的斯文又飘散，爱爱爱唱。什么安江，什么安江，秋秋的一枝花，黑的牙齿，红红的嘴唇，木做无去讲法。什么安江，什么安江，生活间没有办法。标准的身材，甜美的笑容，色彩的印象。风花又给入来砸，什么安江爱马上，爱上的斯文又飘散，爱难爱唱。
的思念又後生，愛眼愛茶。哦，会跳嘛？啊，有些喘哦。唔家咧做复健没吼？冇，刚才个係欠用轰动，時間你佢帶拿下來，他哋跳拿當吼，有一關照。用測量儀啊，你做，你快嘅哈。像個日本嘅高階主管有19咧跳舞，要按活潑啊哈。很電影像哦。哈，開始放開啊，抽，對對。他剛唱這首還蠻有味道的。係啊，係。對，他反而把他那個之前嘅從傳統歌曲嘅嗰種方式，完鐵的哈。完鐵的呀。對呀，哎，厲害了！你是聽誰的版本？我這個版本剛剛是周大哥的版本嗎？我強用嗎？我就是要故意問一下。啊，你是唐雅版本啊？誒，唔過要改一下。要改下，但感覺起來誒有嗰種感覺。有。但是我咁樣嚟跳。嚇？冇啊。在台中恰恰。來，復健做好了哈，好，可以回家了哈。可愛哦。你有確診過嗎？我冇。冇，哎呀厲害。我有確診過。哎呀，我有確診。用親生意咯吼，都冇確診。剛剛確診一些，我就不怕是有做一些措施嘛。該從佢該下連當我。帶出嗰個咩個防疫旅館嘅，咁嗰啲個我兩間人帶，咩一間人天天。哦，咁間人我想講，一間人帶個我冇天冇人嚴重哦，病毒街到怕嚇人嚴重，係溜住不下，溜住不下，我就是其實關一個風險啲喺度，我不怕三間人是清我背一樣，應該就去試嚟啦，應該。掉落去半件事，병間悶後，邊個噴，噴啊，噴，噴就個酒精啊，或者個消毒用水，還去我用個浴室啊，個用浴室就剛才就用那些，都個方便到浴室個些，我開始我不用是兩個，通常噴啊，噴機啊，點噴到個。從對等嘅其他嘅用用係，噴到個浴室就個，我通常要戴嗰款嘅。口罩啦，防護衣韓國嗰款嘅，防護衣韓國嗰手套，佢就突然又戴雨衣係裝嚟套啊，裝嚟，漢字經可能漢字出到一些，有冇人點噴落風嘅？佢個偏數啊，個浴室嗰度啊，還是那個消毒嗰種消毒水啊，消毒嗰點噴，我就當皮擦上做一種啊，咁樣啊，差唔多10個日啊，很認真哦，真的認真防疫的，冬天的，一個病毒真的沒吸引的，真的是，好累啊，還好，現在要高鐵了，漸漸平穩下來了，高鐵的，沒時間的，係啦，從鐵的燙性上的共鳴，加秀性上，為什麼你沉默簡單了？我讓你講的上禮拜讓你講的根本路全走多了，他把尾音切得好短，對，而且短到都是拍子前面他就把它切掉了，就差那一點點，還有我們太快，然後那個羅哥，你頭先給問嘅，他唱哪一個版本啊？他唱的是海陸版本的，海陸版本那個標準的身材啦，那一段的旋律，那個是海陸腔的版本的，所以就都要摸強壯啦。你做唔得怪嗌到嗌把講開都嗌咩講之前真係啦。強調問題，實在講，我覺得他已經進步很多了。摸簡單，請你摸簡單，掌聲鼓勵一下。讚很多，上次是把每個歌都把它拖到滿滿的，快要不能喘氣，對不對？這次人家切得準準。我較衝掉好冇？我家己輸嚟做咧，好冇？風花又幾入來炸，安將愛瑪莎。你家己輸風花又幾入來炸，誰愛安將愛瑪莎？
太假了，只后面要牵着的，接太快了，对对对，这样，把你地址好嘞哦，吼，地址好嘞哦，干起来就好嘞，你说的听听，对，迄假使跳摆可能我风把又寄入来炸，冲后冲的，冲后冲，哎呀，就穿冲动的歌的冲关的，就想讲哦，每一扑就冲到黏来冲赢啊，其实唔是，而家后生人根本都唔話嚟衝，係啊，衝多哦，還冇俾後生人笑哦，哎呦個抖音哎呦，還冇俾人笑了真的，所以係咩要屯後生人學啊？錯啊，真的。嘟後就好嘞，嘟後不多不少。哎呦，你唱2條歌一個原唱的合音，哎呀，可以欣賞不欣賞？说到唱什么版本，罗哥的版本，但我觉得你唱的是你自己的版本，嘿，因为太可爱了，而且我知道罗哥没有啊啪啪跟哈子风风跟着啊莫祖没有那个，可是你有。而且你加的，我觉得非常有味道。好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而且你的节奏感是很好的，我觉得这是你很大的优势。因为每一句，我觉得你的拍子除了那个拉得太短，但是你的下点跟每一个拍子都是非常的稳定。好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表现真的很棒，而且加了那么一点点。一点点的东西，但又没有从头到尾都有，所以我觉得恰到好处，让这个歌真的是增添了更活泼的感觉。我觉得简波你非常的棒，真的，啪啪，好棒啊！听等一下，好可爱哦，真的，哇，观众朋友一定看到非常的爽快，对啊，东方艺啊，有等跳舞，韩语礼拜正式比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看有的就不用推了，冲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安子谁？安子谁？好，要杀下嚟啊！杀下嚟，乜嘢呢？專牙羅鳳燕啊，來自新竹關西，羅彩友，有你有愛。好，來唱歌啦。掠下嘅愛，掠下嘅思緒，留條白無橋用，愛有愛嘅想法，愛有愛嘅想法，你唔是誰，唔是誰。你嘅感覺，愛全部放在心中，自己唔必用伴留一個。愛越來越大，你嘅條那麼也緊來緊來，因你兩之間嘅愛也感覺緊來緊去。
情很足哦。嘿啊，都有。有你有猛哎，冲不慢一嘿妹啊，好像感觉被男朋友抛弃了。是吗？哦，看鬼片那个男朋友不在了。哦，还是哪一个？我要多少？哦，可以秀，可以。哎呦，不要再让他妈妈生气了。他妈妈今天这样不干没？对啊，不高兴。他妈妈怎么了？没有去韩国玩。因为解封的时间就吹一撩啊。吹一撩。哦，韩国玩为什么妈妈要？我让妈妈讲。没得讲啊。没得讲就吹一告。我就上飞机前，还用他的钱吗？不是，我自己存的。哦，自己出那个几天嘛，干哦。他是担心你啊。对他担心。啊，罗妈妈，不用了。我以为你叫你妈嘞。他不是姓罗吗？对啊，蔡友妈妈，哎。对啊，只是他去韩国应该很安全呐，不会。不会。你还把他传片？哎，我有带照片。你有带照片哦？照片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看起来台北也有啊。你为什么？他就接他，就在南山，就搭电车要去南山塔。哦，南山首尔塔。哦，你都是拍风景，你自己没有进去啊？有最后一张有。哦，最后一张。哦，两影哦。你还拍背影？看得出来是你吗？因为正面不能看。不会啊，你正面不就上到有？没有，那个有弄一下。哦。对，但觉得背影蛮好看，那边好玩吗？好玩啊！好高哈。哦，没有。对啊，有吃很多韩国的那个。哦，吃到害怕哎，吃烤肉吃到害怕。真的假的？很羡慕哦。真的，你有韩国炸鸡？有遇到很多欧巴吗？有，我知道，欧巴好帅，欧巴很帅，是不是？好想待在那边了，真的不想回来了。而且韩国女生跟韩国欧巴是不是差很多？真的。对啊，韩国女生好像都没有我们看到的具体看到的那么漂亮啊。就可能有花钱跟没花钱有差别。那从这里像少奇老师。好，那个彩楼哈，你有发现的，这双一系容量一系某空嘛空用就是丹田气的部分你怪蛮多啊。就是你送一拜，冲一神，胸腔压气还抖，给密这个唱的比较有感情哈，你丹田气比较强，好那可能你会特别注意一下，就讲你的方向哈，可能你自己的方向可能要先设定一下，因为给密要冲饭属于呐喊式的，这种呐喊式的时候来自于丹田的时候，你很用力的丹田的挤压，你会发现有没有在高音的部分哈，你用内收音在推到喉音的部分，每次到后面的用低的时候，到最后一个字都会拍子不够就断气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要作为声乐的内收音的推气的部分啊哈，到尾音的部分，它只有一招，就从喉咙我们空用，它要把声音延长，你必须要用抖音。但是你某用抖音的时间，它到那边气不够的时候，它就咚就掉下来了，就断掉了。好，还有一点就是讲，你应该胸腔压气的时候，你唱那个气音的时候，可能你要把音量抓得准一点，因为你胸腔压气的时候，你前面做感情，你带气音的时候，你要重量只有2分丹田力，但你唱到副歌的时候，你很拼命，6、7分丹田力，洒狗血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 balance 是不太对的，所以这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要不然你那个前后的比例不某空腰，好，感情会没有办法连贯。好，给你建议一下。好，蔡思婷，来，蔡友你好，因為我攏會看我哋啷樣啲節目，我都看了比賽，我對伊嘅印象其實我因為唐毅聰講，我感覺已進步挺多誒。就是你現在穩定度比在疫情之前我遇到你的時候，我覺得進步非常非常多。但我想要給你一點點小小的建議，就會你睇衝過的時間，只要音程開始越來越高，你的肩膀跟你的上胸就開始越來越緊，所以你都會唱越來越對。然後接下來你會用一招叫哭腔，就就是一直用這個去帶你的氣息。但其實，在甩哭腔這件事很耗氣息，除非你氣真的很夠，所以會造成剛剛趙琦老師 Silky 老師講，就是你只要到尾音，你的字就會掉，就是因為音不久，就會有壓問題哈，就會可能氣息要稍微再平均一下，就是在念歌詞要念順，然後再來練唱，好，讓來建議。好了，下禮拜哈，要加油啊！正式比賽了，好不好？有沒有2個禮拜暖身賽跟欣賞講而記得？好不好？好，謝謝啊！回頭消息。好。
好了，安尼李王国个主任暖身赛，哎呀，已经结束诶。结束咧，亚洲班传统组诶，还有正式比赛咯。系啊，我传统组的暖身赛。系啊，先多谢CBA 辛苦的评审先生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辛苦嘞。好，安尼来看传统组的暖身赛来。来看咯。唱得好唔好，反正来撩来搞就好。吃演就安尼讲，奇怪哈，不懂就讲，不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哎呦，我还礼拜挨双腿就好了。还真好，太麻烦了。好的，有个传统组。中央很暖身赛，暖身赛，听一礼拜，听一礼拜，嘿啊，一个油拉的啦，对啊，两三礼拜。本他啊，说示一下，有得场队朋友没？嘿，观众朋友可能没唔记得了吼，也要过来回忆下，但是避免在人家讲的会感觉较衰啊。这2礼拜还没个暖身赛，我这叫来比赛都过关了，是关的啊。可以抽在当风，万般无奈这样子，好吗？系嘛？你 Q 字，哎呀，暖身一下啦，本你加看几摆嘛？系咪，因為一下2擺比賽，要揾其他人咧。係啊，冇錯啊，慢牛奶下啦，分享啦，搓一下。好，嚟，還有另外那個 CBA 的好朋友啊，跟他哋比。冇錯，對，今天跟暖身賽，還有唱評審欣賞。當然我有本他嘅建議啊，冇錯。好嘛，介紹一下。好。李秋霞先生，林冉依先生，曾明珠先生，神秘先生幾多的？係啊，咩本塔啊？嗬，嚟安尼。跟他一起暖身，觀眾朋友們有暖身暖身哈，前面特別厲害嘅，特別厲害哦，高中咋，係啊，做示範啊，做示範哦，也真厲害啊，哦，真勁厲害，係啊，還會做劇啊，乜嘅東西，蠻難以表現，演戲乜嘅有冇全部都會啊，很厲害，哦，真當有才華一位高中咋，也為了分享一下，好嚟，分享一啲吳天雲帶來平板，好嚟，示範一下嚟。
哎呀，田园姐姐啊，田园姐好，哎，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看跳那么係本炸彈炸過嘅。係啊，我都同意啊。挺好看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你超型啊，係咩啊？都以鼻祖轉來嘅。鼻祖按聽咩講？fashion 嚇，按你開到較過啦。較過呀，跳那麼較碰。之前有不公平吧？哎呦，唐公啊，疫情之下，他也沒有把自己躲起來呀，冇個放空呀，冇呢，還參加比賽，還去參加比賽呀。哎呀，竟然都要攀的嘛！今日還能鬧嘢咧，冠軍國術人又係上去。哦，你下朝做得夠，足動嘅田傳嘅比賽，你參加了比賽，比賽，有得到乜個獎詞嘛？我咁講吼，我千唔拼，我特別都拿個最少嘅名。啊，乜個意思？啊，傻批！最少嘅名，數字最小。哦，還要塞個梗。經驗期吼，縮減動作，13年就做得播一主題。哦，係哦，全部都本掉拿去，係咪？佢網頁我拿過30冠軍唱嘅應用，跟住我即家嘅小跳、戲劇，能夠對唱。有史以來我拿過青島嘅，哇！那你名留青史，人生都夠了。係啊。年少嘅一樣，你要不斷的學習，不斷的向前。有幾多拿幾多啊？對。按經驗播嘛，經驗播對唱，對唱組哦。同馬啥？大條名。林玉金。哦，已經太過。哇，今日懂會唱嘅，這個韻味真的是懂好。正經哦。是上個來一點點，但是也給上個變好誒。嘿，唱有較好呢。對，但係佢嘅唱歌，佢嘅唱歌嘅韻味真係非常嘅好，非常真。客家咪是唱歌要用哪對唱吼？你要用智慧去取勝。哎呦，譬如講，於今啊第一個上冇講清涼嘛，可是你係比乜個？乜個初一節啊，又係乜個大混同咧度，佢嘅上唱會冇按時下，初啊一節，係佢就冇按佔優勢，我係用18、9年嚟數講，18、9年佢係用我哋同調不同韻，好強隻跳愛。唱模從樣樣面，故所大家愛穩住自家嘅聲部，你去唱嘅樣吧。韓國呢一首歌，你就唔是講去寫過那麼樣去唱，只要內斂的情感嚟去做好去做的。哦，內斂唱，有乜嘅方式做咧？嗓音啊，有冇各方面去調整一下，搞一下對吧？學弟妹們，學弟妹，冇人講係咩嗰個學生，我呀一般比賽啊，先好用表演的方式，唱歌係要演嗰種感覺。唱歌本來就是當調音吧，今年嘅就中考。對呀，佢盲唱之前佢是當調音的，他一進到這攝影棚，他就開始投入了。你這是什麼投入？真的，他就是開始已經緊繃了，然後等一下怎麼有壓力咧，用表演。其實呢，到出去攝影棚以外，他才兢兢業業，羅哥跟蹤你耶，都電影嘅流程，我手我同佢學嘅啦，見咩哎呀？冇羅哥冇，我上舞台還是耍耍，強種，大傻嘅表演嘅方式冇用，做得殘酷。哎，用自年輕厲害啊，根本冇簡單。當調音啦，對每一首歌曲嘅表現真係非常嘅用心。嘿，冇錯，要想法。我特別，我係唱幾條愛來比賽嗬，我特別喺都會考練，我要用比較較大嘅氣練。哦。因為你有辦呀，就像按你平板來講，平板佢實韻嘛，但你韻味冇做正，你一唱就唱到個嘅音，你都冇法度將個韻味嚟去唱好。但是你係用較大嘅氣來唱，你係韻味做講來，都是你升到你自己而唱嘅氣，你轉那個地方還係懂講。問題升到自己要氣，萬一唱唔中意咧。怪台，同上架點多咧？唔會啦，你就成練嘛，練比較低的，練後咧，真嘅我比賽前，我將會唱
元气来向我冲的气。也没一种方式啦。哦，他咱们做专业思考呢。大音充分来。好，那吴老师，今天要麻烦你了。因为麻烦周品行做客座老师。谢谢。好，那请你上。跟你讲，好。走出去都有架势，所以个子虽然不高，但是那个气势，有女王，对啊，气势是非常的镇住这个整个前场那种感觉，女王来撒下来 TV 来有强度的，来自法連結案一天幾好帶來評判。好嘞。緊張啊！緊張，比起拜行那緊張。哎呦，比上禮拜行那緊張哦，用不用？唔啲咧。係哦，而家攝影棚太好咧，沒辦法暖身。跟那下禮拜比賽時間用吧？用個啥？唔怕啦，順其自然。好了，不用兩種心情就好，順其自然，一隻演就好。唔是緊張啊，對啊，唱到好唔好，反正是嚟撩嚟搞就好。試演就安尼講起咯，奇怪哦，試演就動就講起咯。動係一定講啊。係啊。哎呦，我喺禮拜捱雙腿就好了。不如結婚。好啦，講笑啦，他自家都嚟昆羅歌誒。係啊。哦，上禮拜有講到講起呢大地主哈，即個踢啊，中吹咩？哦，以前有嘛對嘛，講真咧。以前我媽養凶啊，一開始家下就過到真緊張啊！哦，開始啦。係啊，我去市場買菜，咩唔敢去就會驚啊！唔敢去啊！唔敢出門，對啊。啊，去親朋友唱歌誒，咩唔敢去。係啊，就過到都安尼當緊張啊！當緊張嘅成長，對呀，係啊。連不開音都會驚哦。等下，先噴一下。噴完啊，裝作落來。你坐個車邊嘅時間，想咳嗽嘅暈啦，唔掂嘛？可以，人家順風人面冇人坐嘅。真的啊，真緊張嘅。特別我去嘅藥妝賣嘅藥店賣嘅酒精留口罩咯。去到9點人開門，8點人去排列咧排，有講冇嘅吧？係啊，所以嘅參嘅嘅心情都安尼，就過到都安尼。對呀，係啊。張開始嘅時間，後來就對張開始嘅下呢。對，個樣是真係嚴重到，對大家上不緊張。對呀，冇一高鐵嚟，冇事情。而家真緊好哋，他平穩下來咧，好歌成發，好唱歌練歌嘅咧。係啊，冇事情，係咪？我嗰種比賽是開始嘅，係啊，所以
紧过头嘞嘛哈，用轻松就好继续向前看，好嘛？向前看到 K V 有冇？你手下欣赏有冇？然后你总统式嘞。对，唱起来公平啊嘞，好，唱手下欣赏。安尼一聽叫我睇住下類似安尼法蓮哈，千難得按現來哈，唱歌分來位啊，分享大家嚟，腦熱大擂台，支持你自己嘅功力，來千好舞台咧哈，唱呢個平板啦哈，即係按潤腳堂也做對啦，就是小黑嗰種嘅，因為緊張啊哈，眼神來去哈，還有成個溫馨所在啦哈。多少就人生來去，那位你就來人生來去來去哦，你去哦，就下就冇氣嘞。所以條前咯，keep 下爆掉，慢慢的做人，按做法哈。係太假有人不能夠始終是太假，不明你真是創作太假就錯了，太假家庭。家中咬死哈，特別注意哈。來相逢哈，那位主任都是來演哈。擂台比賽沒看到，那隨時心情快樂哈。那記者是哈，在主任的時間，你小個哈表演圖啦，表演圖對位哈。你今年喺你表演出你表演下你緊張的心情，我相信下回你會更加嘅好嘅成績哈。在下回哈，看你嘅表現。好，是啊，看你们正式比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所以冇不要放鬆。好了，真比兩場，好，按住先，可以。好，下來自新北市主水酒帶來三個字。好啦。连2禮拜啊，暖身賽啦，暖身賽有較好冇？啊，唔會緊張咧吼。有吼，要同老師講啊。哦，要同老師講。係啦，盡量啊，盡量。學習啦，嗬。係啊。先來分享一下你喺村內有做嗎？較特別嘅事情。哦，上禮拜冇時間冇啦，冇辦法分享到。係啊。疫情嘅期間。我是去年剛好有去澎湖。6月30。花火節嗎？對，花火節，澎湖花火節。4月25到6月30，就結束啊！我妹，我在做事，我妹打電話講：媽媽，我帶你去澎湖看花火節。我當聽啊，好啊！我一記就講好。但我孫女都該會上班啦。他就說：那你來看這個最後一場。結果去嘅時間。我前2日颱風來你嘛，哎呦，哎呀，我妹講3心2意，我怎麼辦？我很想去，阿波妹我妹講決定了，走，
结果就是啊，坐飞机好像坐快7点了，赶过去肚后。当后天哦，好高兴哦！真的，是啊，很好啊。有个胸片看，哎呦，金奖呢？是啊，有样片。系啊，跟小姐很爱讲亲密到。哎呦，哇，你也那么时髦？哦，我自拍哦。哎呦，啊，厉害！我自拍，那是澎湖的那个哦。他那一点点而已 logo 哎，对，花火节很热闹了，澎湖也有2个发通，对，因为疫情哈，要懂他们没办法出国嘛，一点都带动国内个旅行，哎呀，很多报复性的旅游，一个正经今后嘞，出国以后发现到你的国干嘛今后高，懂又好吃又好高啊，但是一开放以后，你看现在大家都出去，连你都出去了，哎呀，讲个出去以后发现到你国内其实没清火高啊，对呀，还是很棒。还真的是冬天啊，奶奶你过来哦，带我去撩4天啦，第1天就回来。哎呦，第5天又差一啲就有台風了，冇轉來了。結果好得。唔知潮汕咧轉來啊？都好轉來。係啊，係啊，按都哦，順路通嚟看滿片啲觀光區啊，七美啦，還有嗰個萬安啦，我看小台灣這樣。對，人家運氣清好啊，很高興啊，有看到有搞到，有好啦，聲音有好，真的很孝順，貼心。對，佢做護士嘛，愛摸呀，佢都排假，6年沒清辛苦。對，這3種做護理長。哎呦，辛苦，辛苦。哎呀，好，來，充實了搶佔異性上公平哈。謝謝。今日呢，呢個創個了哈，雖然講日個確診過後啊，哈，有感覺嘅就講沙啞，啊，個聲啊，衝出來要幾準啊，啊，即係冇平穩啊，幾數個嘅體勢上冇控制好。啊，我也唔是講嘅那節啦，就講歸屬嘅啊，你喺安怎元神嚇，溫暖啊，元神衰嚇啊，以後呢我比賽家這個都還記得啊，反正嗬，元神都一樣啦，從而呢個頭下嘅嗱我一直講話天橋之講嘅嗬，元神都一樣，像阿金西樣嘅朝天派啊，橋安果水安泰啊，嚇，我呢看到一隻龍嘅，一切快快。好，朝天派啊！創樂意加油啊！哦，陳欣賞，謝謝老師，陳欣賞不錯，謝謝老師。哦，祝大家你好哈，我感覺哈，你呀，我同林老師講講你確診，老師講嘅你上冇熱啊哈，我談到嘅個快樂度啊，個樂啊，你係夠熱嘛，你冇落去頂住氣，故所嗰隻樂從起來是凍冇糖嘅樣啦。你如果到你下來，假使講我經驗比賽，你是扣分是扣得的。從高哈先高是凍從熱，譬如講你嗰隻快樂，你樂又會掉上，又係一上時候，你凍冇從。故所我感覺講，假使從你數高次嘅時候，你是唔可以從上高次。盡量啦，是講，除非你嘅功力嚟凍好，係我係從高，我會注重歌詞，我會輕音準。大家視看來講，你上時我做得掉嘅，我是會唱，我會按用，我係經驗係按用啦，拍攝幫你做參考。下禮拜做得改嗎？做得，可以，還有一個禮拜嘛，係啊，做得改一下。好啊，再回去再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謝謝調整一下。田欣賞真的很算很會。心不會酸呢，都會用板盤算，用板衝啊！真的，哎呀，果子哈是他用那個挑的衝好糖，好，來殺落來吃頭嚴重啦，旁水風帶來落山歌，糖乾啦。麥克風快啲啊！你可以見到扶的。雙個見下你，嚟到到下波不見下來，好啦，錯開嘅。
莫江南。您正从哪？幸福了。乡村啊，河面上啊。哎呀，水峰大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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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啊！大家好。哦，哎，那打高端就不一样了，精神状况，特别好，有没有？哎，讲咩？阿伯要打高打五折，打500呢？打500，好，係啊，問去打價格去打高端，你阿冇打咧，冇打咧，你阿冇打咧啊，係啊，出船的咧啊，係啊，冇你阿咩唔是打咧啊，疫情過的咧，開放的啦，係啊，但是佢本來佢之前打高端佢冇辦法出國啦，係啊，冇辦法出國了咧。係啊，係啊，冇想去出國嘛？冇想講，任意是有出國的。開放去哪裡啊？開放係搬去日本了。日本啊？唔去你國家是想去日本？所以去日本好。哦，幸好你也是哈日，哈日族了。哎，你是日本片看多了，所以很想去日本。黑啦，咩黑啦哈？老羅哥洶湧啊，係嘛？哦，對，衝突的向民族欣賞。好，水峰先生。哦，你好。講花時節收容先好，頭先你看到我嘅時節是講啊。先生，我做埋碗惡面啊！講啊，講幾家啦？那邊啊，慈眉善目呢？你講花時節做得當溫柔，哈，我笑容了先好。但是一唱歌啊，意思嚟全新嗰啲唱不出來嘅歌詞點樣讀啊？哈，非常嘅用心都嘅唱啦，所以完全是冇笑面嚟啦。所以我搞幾出，一聽到可能驚嘅嚟唱。你自己去練，用別人來唱，唔係講從頭一首到尾，了解佢歌詞嘅意思到哪度，讓嚟表達當然嘅感情。山歌好唱，好唱你嘛，一天係輕快樂嘅呀，要何糖啊！表演上來啦，我從頭就山歌好唱，要何糖啊？糖嘅人要當緊苦，嚇！我從頭講硬棒棒，係我從頭講唱歌嘅人唔係彈歌嘅人嘅痛苦，嚇！其實親寫咩？嚇，寫過難命啦，嚇！按下冇片唔會查。他健康，但是你哋我讓別人數，讓別人放，讓我他等人想，好冇？好，繼續努力。好，先生，點啊？唔是安標嘛？我又軟又硬，冇死過人命啦。係啦，我當作係死拉人，一天都硬，我表演的時間沒有用。佢死冇有咩好隔住嗬？咩啊？啱啱講到嘅便宜咩黑啦？被你引導。係啊，按住這，什麼水峰大哥？下禮拜正式比賽啦，係啊，加油哈！好嘞，回做休息。你好。好嘞，沙雷雷枝頭嚴重啦，總比真帶來三個字。來，談過啦。
神奇哦！你看麦克风摆的呀，你可以见到扶的。中國見人，嚟到下步要跌下來。好啦，係。你擺太陽啊！錯太陽。哦，關係關係嚟。所以佢衝過街。你條眼用劍扶定啊，落到要跌下來。哎呦，疫情當下，對嘛？上禮拜人家有聊到疫情。係啊。哎，這不怕死呢。嘿，同彩呢個點都過來，蠻耐鳥，因為咯，啊，你疫情就唔敢出門呢。你都不會講哦。那親朋好友找了就出去就玩啊，很危險啊，對不對？唔會呀，有的人就接受大自然，空氣更好啊。啊，問題大自然當中以為無形的都較多。那又沒很多人哦，這種是人較少。係啊，你像阿媽媽佢因為冇出去，佢就會冇干冇殺啦呢。係啊。哦，等於慳冇干殺，佢做安尼咧。可以呢。哦，疫情佢真係改變了他很多呢。真的哦。空的你唔敢出門來。哦，真嘅哦。連房間都唔敢出來。仲喺度咁樣按電影嘅。你都看連都冇看到佢出嚟啊！大天八本佢啊！我特別一開門一出來，佢就日關門。佢點咩？以前啊，疫情係忙嘅時間，一開門佢點我出來，佢就我出來，阿爺有10包嘛嚇，有10包嘅以為冇乜嘢嚇，一下我開門開出來10包嘅，阿媽，喺啲房間唔敢出。我等吹佢走出來。哎呦，但有咩錯啦？喺冇乜人嘅時節，去個較空曠嘅地方，撩咩係清河啊？係啊，清河啊，按你來撩。也有去阿里山啊，還有對啊，還有去南投賞櫻啊，還有那個草坪頭啊，草坪頭那邊，對啊，南投那屬於南投的，賞櫻那很漂亮。反正人走都唔知幾對，按青菜就走。水河，朋友多，你要捧場啊，大家一起去玩啊，對不對？還是要照顧一下台灣的經濟。對啊，這個心情嘛，鼓動。對啊，遊覽車司機、遊覽車公司真的多太多了。對呀，很多那個開遊覽車的司機很多都沒有清醒業，沒有職業。很多專業，對啊，有的專業他去當公車司機啊，某就會去學校做學生嘅，對啊，很多都這樣子。對呀，真的好。好來，創特來，唐先生講。唱曲啊，先生，先生好。成個安諾嘢將腳創個穿哦。謝謝。嚇，唔過。行啲空檔嘛，講嘅缺點樣不貴賤，嘅尊嚴今日冇上禮拜尊安厲害咧，唔過今日係多少嘅啦，嚇，要三個嚟講4級8級啦，聽一句唔當花米，唔當了冇關係。一句有2節嘛，43434343，所以三國之書國字有那4級8節。那叫做三國之國，我只有人創冇有記，他是唔記得那三國之平板4級8節，講到分得出來。我頭先44號8 34，你做唔得個唔當，我就頭期做唔得啱。唔當花米練啥講下創嚇，還有講到第4級唔當太假。嚇，你唔當乜強咯，冇關係啊！啊，你睇價咧睇死啦，因為三國志嚟講，最高音拿到咪最高音咪咪嘛。按講我們說，如果說你用雞麥醬米嚟創，你的米是對你嚟講就比較合適虧。所以你講為咗配合其他嘅事業用腳，唔做你帶價錢帶過去，嗰咩當多價錢帶過去咪清楚談。嚇，你阿做睇價能夠學習貴賤嘅素材嚇，希望下回有更加好嘅成績咯。下禮拜必須咯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先生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下禮拜啊，嗬，係啊，好嘛？好，謝謝。燒啦，好啦，燒完就靠看。好啦，謝謝。結果燒牙包嘅靠看。先生冇講，冇講啊！人家要講2句。好冇，我知啊，補充。謝謝。啊，拜謝啦。好，謝謝。你可以哈。好嘞。殺下來啊！殺來係你連續8關嘅 V 面咋，來自桃園平鎮，仲一曲帶來落山歌。好得好。
嘿，V 面长，八卦的 V 面长，你口几好？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，唔当钱么？当钱哦，茶量管唔茶量管啊！你200比赛唔够包住？唔会啦，唔会啦，佢要擘個好錢，跟住以前啊，哪有辦法係冇？節目咪五年那樣去嘛，嗬，係啊，冇錢，嚟重新個一直講。順其自然就好啦，冇影響講我用嘅先啊。就是兩樣，即個演練咪當好啊。哦，今年今後咪清好嘛？語內練冇？有啊，都還係要上課啊。即個都不看家咁演唱啊，做學啊，演煮飯就演唱啊，係咪？其他啱咪演唱啊？哦，其他演唱啊，有於北山嘅演唱。北山的直接衝啊！哦，北山的該法沒有那個氣。哦，有嘛？北山就清甜嘅呀，哪有辦法？下山就得啦。哦，下山的時候做山清明古色啦，我之前有個朋友，他想說疫情，然後因為他本來就懂要爬山呢，懂好爬山，他也剛好一票朋友就喜歡爬山，而且百岳他已經就是對，已經不知道去了幾個月了。奇怪，他就是很怕嘛，疫情那時候他很怕，他連在家裡他都戴口罩啊，除了洗澡之外，他把它拿掉。出去哪裡一出門，在家裡反正他就戴着口罩，然後出門反正就戴着哦，他最後還是確診。有不有？他就覺得很奇怪啊，而且他自己去山上爬山啊，什麼每天接觸大自然、大空氣，但他還是確診。哦，真的哦，用半聲音沒空用就出來哦。這個病毒要找你，真的無孔不入。我遲到嗬，唔會演就唔會啦。我成日出到，即我面前行路行，人家講呢度冇演下了下來啦。可是我讓我先生咪唔用嘅先啊。係啊。我兩三冇戴口罩啊。我成日呢要戴口罩。我兩三出到。我兩公婆咪冇用嘅啦。話不要講太早。也是哦，摩天天公呢就到嘅。冇啦，別。一直注意啦。好啦，反正下禮拜都正式比賽啦，好嘛？哈，真英整唱，順順嚟唱。好，嚟唱睇唐先生講。民族欣賞。冇講嘛。唔知講是唔係會錯到。係啊。佢用什麼冇講還是錯到？係啊。嚟連整都冇打。叫一本唱歌見來見好啊，唔係講錯到以後唱歌係哪好頭。最近要退步嘅。係啊，我一個禮拜嘛，呸。啊，你曲子啊，嗬，聲音，歌聲、韻全部做到真好。主要係個氣嘅所在，每音數每嘅時間我有一點點嘅咁樣嘅插音，嗬，嗰時係因為你嘅氣冇調準。好，彎氣嘅所在冇注意到啊，每一節咧是會冇準咧，係咁樣嗬，會收個票，聽一趟是唔會咧，還是要注意到，啊要加貼絲落去嗬，誒本轉彎一下氣落去嗬，是會要加分咧，嗬，所以你啊聽重要喎，氣最重要，再嚟咬絲做潤，嗬呢一方面全部會加強，嗬，來先生，好。我嘅感覺是講嗬，係先生家講過咧。我感覺我已經唱到孝順父母，我有時我感覺呢個父母嘅係我會用，
因为父母是爱你最亲至爱，唔讲爱俩属够吃爱摸糖豆，你有该种的尊敬的感觉。我感觉你从到父母，你要有该种的动向上动样上去表达了两件事。安样样感觉真正啊从到爱。父母嗰種係心關係，咁講你係按父母按病床，係感覺你有什麼感同到愛啦。你用你係愛前移動，係愛前進。冇注意到真緊。我打到講床下台上，咁樣床啊。廬山歌嗬，你而不慌不忙。我睇家堂嘅睇過未？用嘅從一動建中啊，攞啲床睇咗。其實廬山歌佢也不慌不忙，喺度故事讓人講，故事你戲戲出來嘛，你講表，你講去唱，故事安嘅戲是不少。我講我練啦，講你讓本一個練習，你是撲冇關係，你就會咧。好啦，哦，厲害厲害，什麼競賽？我按頭嘅建議哦，好，下禮拜。正式比賽咯，係啊，仲上得佢試比賽咯，親戰嘅嗰種技術嚇，加油，加油，出來哦，好，謝謝你，當空我坐一下，當空過，係，過坐一下，整槍子抽中 V 面在步 V， 關係也很好。好的啊，今天暖身比賽哈，哎呀，聽一場，下禮拜做正式比賽啦，正式比賽咯，係啊，大家鄉親朋友啊，一定咧哈，同大家講一下，我哋節目正式比賽咯，我夾轉來看下咧哈，沒有記得打電話來報名，讓6667讓6打電話來報名哦，好中國嘅朋友啦哈，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以外呢，我們多謝 CV 辛苦嘅評審先生，謝謝，評審先生。辛苦嘞！還有下一禮拜加油哈！哎，你個線數啊哈，你扣姐妹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哎，什麼小強老師啊，員工最欣賞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耶，下班嘞！什麼現場工作人員辛苦嘞，安姐姐。好，下禮拜嘛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時間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共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